Hello，大家好，歡迎翻嚟收聽萬城早晨至萬多一點。好耐都冇錄過呢一集啦，都因為之前抱養呢都不斷去休息啊，同埋其實把聲都係未係好好，同埋間唔中呢都會有啲咳。咁如果喺當中呢都有啲咳嗽聲嘅話呢，咁啊同大家聽眾都講翻聲唔好意思。今日呢已經係星期四啦，英國時間嘅4:30，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保羅，希望呢大家都繼續聽下呢個萬多一點嘅歷史系列。但係喺講之前呢，都想講一講喺香港嘅情況。香港呢個宏福苑大埔嗰度呢就起火啊，咁啊有好多人被困，亦都有消防員嘅殉職。希望呢我哋喺遠方嘅英國嘅朋友都希望你哋嘅喺遠方嘅香港一家人都能夠都係平安啦，亦都為到呢班被困啊或者流離失所嘅呢班街坊呢，都希望我哋為佢送上一啲祝福，希望呢保守佢哋呢日後嘅生活啊，或者政府嘅安排呢，都希望係妥善嘅。咁啊，都希望大家都關注佢哋嘅動向。雖然我哋離開咗，但係我哋都係香港人嘅一份子。好啦，咁啊，我哋就講翻今日嘅主題，萬多一點就講翻歷史系列。咁啊，我哋呢個系列呢，就之前走過了解過 Emily Pankun、Alan Turing、拉舒福特。亦探訪過 John Ryan 呢個圖書館 Cheetham Hill、Lofton Quarter。今集我想帶大家嚟到一個大家可能聽過嘅名，但未必好認真去行過或者了解過一個地方，同埋咧都有好多香港人咧聚集喺嗰頭嘅，就係 Echo。Echo 咧就係曼城嘅西北面，屬於咧 Salford 區。呢個地名咧可能大家都未必好熟。但係咧，大家一定會聽過叫做 Echo Cake 呢樣東西，呢樣甜品喺英國咧係好出名下，同埋一個好傳統嘅糕點。不過咧呢個地方咧唔止係得個餅，佢本身咧係蘊藏住一段咧充滿住宗教啊、工業、社區精神同現代挑戰嘅歷史。咁今集咧，我哋就慢慢去拆解下呢一個 Echo 呢一個地方。好啦 ，Echo 呢個名咧係邊度嚟嘅呢？ Echo 呢個字咧，其實可以追溯翻喺拉丁文嘅 Ecclesia， 意思係教會或者教堂、會堂嘅意思。喺古英語入面咧 ，Echo 係指一個有宗教聚居地嘅地方嚟嘅，即係話早期嘅羅馬時代咧，或者更早咧，呢度咧可能已經有人建立咗一啲宗教嘅建築，或者進行一啲集體嘅信仰活動。歷史記載話咧，喺呢個公元7世紀呢度咧有教堂嘅存在，而係聖瑪利教堂被認為咧係曼城地區其中一個最古老嘅宗教場所。直到而家咧，呢間教堂咧仲係 Echo 嘅地標之一，應該係近呢個sorry 啊，又有啲緊。應該呢個教堂咧係位於呢個 Metrolink 同嗰個巴士站嘅總站附近嘅，大家都有時間都可以了解下。所以咧可以話 Echo 咧本身係一個以宗教聚居起點嘅地方。喺中世紀嘅時間咧，呢度係 Salford 區嘅百戶區，就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嘅，而係通往咧曼城西部同愛爾蘭海地區咧交通嘅樞紐嚟嘅。咁啊 ，Echo Cake 又係一啲咩嚟嘅？點解會咁出名呢？咁講起 Echo 咧，好多人第一時間就會諗起 Echo Cake。咁 Echo Cake 其實應該喺嗰啲Lidl 啊、馬莎或者其他餅店咧都會有出現嘅。咁啊，係一種圓形酥皮，帶住一啲提子乾同香料嘅糕點嚟嘅。呢種餅咧，其實早喺1793年咧已經有記載喺書本上噶啦，由一位叫做James 嘅麵包師一包師傅去即係傳承落嚟，即係去製造出嚟嘅，咁叫做 Echo 嘅一間小店製作出嚟嘅。所以咧，大家如果喺已經講人，你哋有啲手作啊，或者有啲嘢係好食咧，可能你喺度未來咧都會係記載咗喺呢個地方咁樣。雖然咧外表咧睇落係唔係好起眼，但係 Echo Cake 咧就喺19世紀咧係風靡咗全英，因為佢嘅細件又方便帶出街食咧，最啱啲工人階級嘅茶點嘅時間食翻過嘅，而且咧因為sorry， 而且因為唔用
蛋同埋牛油係比較容易保存得耐嘅。更有趣嘅係咧，Echo Cake 咧曾經係被某一啲教會咧係禁售，即係唔好賣嘅。理由係因為佢過分好味啦，引人咧犯罪，可能味覺都係一種罪啊。所以咧大家咧可以想像一下。呢件餅咧喺嗰個嘅時代咧，真係代表咗一種平民嘅快樂，同埋咧對抗教條嘅一個小反叛啦咁嘅意思咁樣。咁啊，雖然而家咧喺市面上賣 Echo Cake 咧已經係多數工廠生產啦，但係 Echo 咧呢個區入面咧仍然有幾家嘅家庭式烘焙店咧係堅持用翻呢個傳統嘅方法去整嘅。佢哋話呢件餅咧就係 Echo 嘅靈魂，簡單得嚟咧係冇辦法取代嘅。所以 Echo 咧雖然咧可能大家唔係好認識或者可能好多香港人居住喺嗰笪地方，但係其實佢嘅歷史來由啊，同埋呢一件餅嘅來由咧都係息息相關嘅。咁啊，去到工業革命之後咧 ，Echo 之後又變成點樣呢？喺18到19世紀嘅時候咧，曼城因為棉花業啊、運河同鐵路嘅起飛，咁啊之前我都有講過啦。其實以前咧，曼城係一個棉花之都，亦係一個世界嘅工業重鎮，即係地方嚟嘅。咁啊 Echo 咧原本係一個靜靜地係宗教村落嘅，開始咧就捲入咗城市嘅發展裏邊，喺呢個Bridgewater Canal 嘅地方咧，同埋 Liverpool Manchester Railway， 即係呢個利物浦同曼城嘅鐵路，同埋呢個運河咧經過嘅地方嚟嘅，令貨物咧運輸就變得更加方便。好多工廠選擇咧會喺呢一頭嘅建設，尤其呢個紡織啦、化工啦、機械類啦。Echo 咧就變成咗工人社區，好多家庭咧都會搬咗嚟呢度去揾工作嘅機會或者揾食嘅機會。當時咧興建咗大批嘅紅磚屋啦、學校、醫院、公共嘅浴室，仲有教會嘅資助同埋庇護所。一個明顯嘅例子就係一個 Moulton 係同屬 Echo 區裏邊嘅，就係一個工人嘅聚落嘅地方，周圍咧就係一啲低層嘅住宅、社區中心同埋酒吧嚟嘅。同時 Echo 咧又冇完全咧被曼城咧嗰個工業化去曼城化咗，佢仲保留住一份咧鄉郊城市嘅邊緣嘅感覺。大家今日行過 Echo 咧，仍然會見到好多樹林嘅路仔、公園、河邊嘅小徑，感覺咧有啲sorry， 感覺咧有啲似倫敦郊區某一啲住宅嘅社區咁樣樣。咁啊 Echo 嘅交通嘅地理位置又係點樣呢？咁啊 Echo 咧喺交通上咧嘅地位咧唔可以忽略。英國咧第一條城市嘅鐵路咧就係由利物浦去到曼城嘅，而 Echo 咧就係其中一個重要嘅中途站。歷史上咧第一單嘅火車死亡事故係發生喺 Echo 嘅，喺1830年叫做 William， 有一個叫 William 嘅被火車咧撞到。歷史嘅真相咧，大家可以去博物館咧去查閱一下。咁啊，而家咧就 Echo 喺曼城呢個 Metrolink 嘅轉乘站，同時咧連接火車同埋有軌嘅電車嘅網絡，即係一個火車啦，同埋 Metrolink 嘅接駁站啦。雖然咧佢唔係一個最繁忙，但係佢咧好似一個城市同埋郊區中間嘅一個站，角色咧非常之獨特，同埋好有歷史嘅背景。咁啊，現代嘅 Echo 嘅樣貌又去到咩情況呢？咁我哋講下現代嘅 Echo 係點樣啦。有啲咧就好似被時間遺忘咗一個小城鎮，佢就唔似 Loughton Quarter 咁有型啦，唔似 City Centre 咁熱鬧，但係佢咧就保留住一種本地嗰種熟悉感。行過嘅主要街道啦，仲有即係一啲嘅二手書店啊、二手嘅唱片鋪啊、懷舊嘅即係個裝修比較懷舊一啲嘅酒吧、小型嘅劇場，大家咧會見到好多老人家坐喺咖啡店嘅門口，慢慢嘆下杯咖啡，飲杯 breakfast tea 咁樣。但同時咧 ，Echo 咧都面對緊唔少嘅挑戰。經濟嘅轉型就令到好多工廠咧就關閉咗或者倒閉咗，年輕人咧就選擇咗去 sell 房或者市中心咧去揾機會。
有啲區咧就變得更加老化啦，犯罪率咧都有上升。咁啊，當地社區嘅組織咧做咗好多嘅努力，例如舉辦街坊清潔日、青年嘅劇場、手作嘅市集，令到 Echo 呢個地方咧就活力慢慢咧去翻嚟。咁啊，有啲人都講Echo 咧嗰個地方咧治安咧就一般嘅，不過我自己都有去過嗰附近，其實又唔係想象之中咁差，但係可能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過到去咁啊，自己保護好自己嘅銀包，咁就避免有啲咩損失啦。咁啊，其中呢一個成功嘅例子咧叫做 Echo Community Art Project， 係由一班藝術家同社區義工咧搞起嘅，將一啲舊嘅貨倉啦改造成呢個展覽空間，仲會搞一啲咧免費工作坊，教啲小朋友畫畫、雕塑同埋戲劇嘅表演。咁啊 Echo 而家咧就係一個多元文化嘅一個社區，同曼城其他地區一樣 ，Echo 咧都係一個多元種族共存嘅地方。大家會見到咧南亞、東歐啊、加勒比海啊、尼日利亞嘅移民都會選擇落腳喺嗰個地方。咁啊，可能因為租金平啊，或者好多同鄉喺個附近啦。咁教堂咧就隔離都係清真寺，再行多幾步咧就係一個石刻廟。超市咧有波蘭腸、印度香料同埋非洲嘅手工藝嘅鋪頭嘅。咁啊，講到底 Echo 咧唔係一個旅遊書咧經常會介紹嘅一個景點，但係佢係一個咧將城市同埋鄉村連接起嚟嘅橋梁。佢咧就記錄咗曼城發展嘅邊緣故事。佢唔係一個咩主角，但係咧絕對咧係一個唔少得嘅配角嚟嘅。咁 Echo Cake 嘅甜品咧，但喺 Echo 嘅歷史裏邊咧，有苦有鹹有酸，最後咧先至係而家嘅呢一種味道。咁啊，我哋都可能講一講未來下一集我哋會講邊一度呢？咁樣下一集咧就會講到去一個我哋好熟悉嘅地方，就係 Echo 隔離一個咧會搭火車經過，但其實咧有住濃厚嘅工業味道、運河嘅歷史、鐵路文化嘅小鎮。Earlham 點解會係工業革命中發展咁重要，同埋點解火車站可能會成為佢哋社區嘅文化焦點呢？咁我哋今集慢多一點嘅歷史系列咧就講到呢一度啦。咁如果大家喜歡呢一集，就記得俾 like 同埋留言去話翻俾我聽。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呢個曼城繼續做得好嘅，可以即係請我飲杯咖啡，我就會將個連結擺喺下低。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或者之後你可以有呢個資金咧去做更多嘅活動。我係你哋節目主持人保羅，我就今集講到呢度啦，我哋聽日再見，拜拜。